咱一只共同的仰望伊，感谢伊，对安尼人生得到新的归来。全地啊，对上主欢呼，又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俄罗斯歌来到伊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是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灵魂。咱同齐来吟圣诗第7首，今日山林小路，吟诗学乐。咱用一首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起立。我
阮伫天顶的爸啊，阮要感谢俄罗你，因为你的创造和平，你的恩典丰富，你守护阮，保守阮，带领阮，互阮伫丰盛中享受平安。我献上阮的感谢。伫这个时阵，全世界拢承受真严重对中国武汉发生开始的肺炎病毒的影响。有真侪人伫遐来死死，真侪人伫遐来一直迄病痛。愿恳求你，将你安慰的神甲一起生命的祝来同在，通过你的安慰、你的扶持，互迄失去亲人的人会当永远平安。病痛中接受治疗的人，恳求你，医护人员有好的照顾，通得到医治，恢复身体的健壮。全世界拢陷入一个真惊吓的时，阮只有用信心来倚靠你。由于伫阮软弱的时、淫乱的时、担忧的时、惊吓的时、病痛的时、灾难来的时，互阮经历你的宽容，安置阮伫教会即只救命船顶，互阮短暂的生命得到救传，互阮不安的灵魂享受安乐，互阮脆弱的身躯得到恢复。求你帮助阮，无搁用埋怨来面对不安，无搁用圣洁来指责软弱。愿你的圣神保守阮，用感恩来相听，用扶持来仰望，用和乐来信靠你。我嘛要为着台南新学院因的需要，求主你大大伫阮的中间来，互阮对着这个男神有好的来导甲关心，搁有奉献，互男神会当伫台湾福音的讲传顶端，以真济献身伫学校事工的老师学生，拢有建造的心灵，互因大有气力甲智慧来完成你交代因的使命。以真理话命的话，通伫台湾大大地传扬。我安尼恳求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个来启应。今日咱要启应的是启文第56，是约翰一书。创世以前就学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肉。多正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
有人捌看见上帝。咱大家来重视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是《约翰福音》第4章第5节到34节。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叫苏家。这个城我问雅各和伊的囝约瑟的弟弟。雅各井伫遐，耶稣因为行路真远，就坐伫井边，一时插倒是中道。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抢水，耶稣对伊讲：“请这撮水互我啉。”一时，伊的门徒已经入去城内要食物。撒玛利亚的妇人应耶稣讲：“你是犹太人，哪会对我这个撒玛利亚的查某人讨水啉？”原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来往。耶稣应讲：“你若了解上帝予人的恩赐，佮有对你讲，请这撮水互我啉，迄个是甚物人？你早就会甲伊求，伊早就会将活水互你。”有人讲：“先生，你无抢水的器具，井佮深，你要安怎得到活水？”阮的祖先雅各留这个井互阮，伊家己、伊的子孙、甲伊的曾生，拢啉这个井的水。你点会比伊较敖？耶稣应讲：啉这个井水的人，拢会搁喙焦，不过啉我所要互伊的水下，袂搁喙焦，因为我要互伊的水，伫伊的内面会成做水泉，一直冲出活水，互伊得到永远的活命。有人讲：先生，请互我这个水，我食袂搁喙焦，嘛免搁来遮抢水。耶稣甲伊讲：你去叫你的丈夫带伊来遮。有人应讲：我无丈夫。耶稣甲伊讲：你讲我无丈夫有影？你捌有5个丈夫，现在这个毋是你的丈夫，你讲的是事实。有人讲：先生，我看你是先知。阮撒玛利亚人的祖先行伫这个山顶敬拜上帝，恁犹太人讲耶路撒冷才是敬拜上帝的所在。耶稣对伊讲：有人就信我，是得要到，一时恁袂伫这个山顶，嘛袂伫耶路撒冷敬拜爸。恁撒玛利亚人敬拜恁所毋捌的，阮犹太人敬拜阮所捌的，因为拯救对犹太人出来。不过，时得要到，现在就是真正敬拜爸的人，会用心灵甲真诚敬拜，因为爸爱这款的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要用心灵甲真诚敬拜。有个人对伊讲：我知迄位称作基督的弥赛亚得要来，伊来是会将一切的代志甲阮讲。耶稣甲伊讲：我这个咧甲你讲话的就是。这个时，耶稣的门徒转来，因看到耶稣甲有个人咧讲话，感觉真奇怪。不过无人问有个人你要创啥物，也是问耶稣，你哪会对甲有个人讲话？有个人就将水盘放下地，转去城内对人讲：来去看，这个人将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拢对我讲，伊敢是基督？大家就出声去看耶稣，是门徒甲耶稣讲：老弟，请来食。耶稣甲因讲：我有恁毋知会食物。门徒就问来问去讲：敢有人摕物件互伊食？耶稣甲因讲：我的食物就是实行找我迄位的旨意，佮完成伊的工作。愿上帝祝福咱听人。咱煞接是上帝团体的赞美，耶稣叫我知你。
着书干的，也干的地方是饮料会最大的注意。咱听的讲园长教会的家己姊妹，大家较早。歹势，我先甲我事下落来吼。这是我生的款吼，长这个样子啊，了我会搁挂起来，伊真歹势，因为我的细囝昨有一寡发烧吼，所以我要这个吼，对大家虽然说离我很远，那就很啊，要不过也是一个礼貌甲挂起来，啊，大家无好，大家看者，我是随过这个型安尼，啊，了甲我事挂起来。真感谢今仔日上帝团契献这条耶稣听我这条诗歌。这条诗歌对我来讲非常意义重大，因为我阿嬷教我的第一条诗歌就是这条歌。所以我知影即摆的社会，一般咧讲到隔代教养的时阵，拢会用一种较负面的想法来看。但毋过我的信仰的教育的基础是我的阿嬷甲我拍的，就是讲我第一条歌是耶稣听歌，我嘛会记得这条歌。所以即摆我的细囝。阿公阿嬷咧家己带的时阵，嘛是家己教这条歌。你少年团契的兄弟姊妹，你太重要啊！因为你是你的孙的这个宗教教育的第一手吼，你们是第一手在为有细囝这个宗教教育。真欢喜，今仔日有这个机会，代表台湾神学院来遮甲大家分享请安。一摆感谢公庙教会过去一直用实际行动。若是奉献，搁用侪侪祈祷，将台湾神学院即个学校献进伫上帝的面头前。咱搁一摆大家头来祈祷。看阮的主，我感谢你，你的话真做阮性命的力量。主嘛，感谢你通过侪侪兄弟姊妹的听，互咱台南神学院真侪所有对我教会兄弟姊妹上界重要的资产，会当来真做培育神学教育的一个摇篮。主嘛，恳求你，互阮通过今仔日的经文，会当真做阮活命的绵羊，互阮会当共款，亲像即个妇女人共款，淋漓的水，互阮的活水，对阮的内面真做水泉冲出来，到永远。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段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这个故事，我想咱在座有一个人已经拢有听过。今仔日想要甲大家搁一摆来思考，咱来想看卖这个妇人是甚物款的妇人？一开始经文其实有提供线索，伫第6节到第7节，讲起伊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伊伫咧透中昼上热的时阵，伊去果子边抢水。大概我伫第一段有问大家，讲到即个妇人，你会想到甚物？即摆无看经文，嘛无看经节，讲到即个妇人，你会想到甚物？就要讲看卖无，有印象的，有啥物特质？头顶个兄弟有一个人讲伊有5个翁，有5个翁，这互伊感觉印象非常的深。所以咱会当继续来问为什么即个妇人伊要选即个时间？迄是上热、无人愿意出门的时间，是为着要避免人群。咱继续问，为什么伊要离开别人远的？伊要选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行远去抢水，而且伊阁选一个无人出来的时间，咱会当对伊有5个翁来思考。且耶稣讲即摆甲伊做伙斗阵的，毋是伊的翁。咱会当来要看卖，对即款的妇人，别人若知影的时阵，会安怎想伊？有可能伊一直离婚，毋过伫迄当阵的时代，毋是家己去离婚，是一直互人离婚。伫迄个时代，囡仔查某人有即个才调，有即个观念，会当甲即个妇人离婚。嘛有可能伊是互翁气杀。嘛有可能伊是一个人讲的无啥守规矩的妇人。毋过，若照当时的社会制度，一个妇人死翁了后，伊个翁的兄弟就搁爱娶即个某，娶伊做某，所以嘛有可能伊嫁一个翁死一个，嫁第二个死第二个，嫁第三个死第三个，连续嫁5摆。请问兄弟姊妹，咱若是伫咱台湾的社会，一个查某人嫁5摆，伊安怎想？一般社会会感觉即个人安怎？可能就做可能是受伤星，
亚娜伊克夫，伊是一个歹命查某，所以其实无人敢娶伊做某啊。到第6个即个查甫人，伊圣经内底讲，即摆甲伊做伙的，毋是伊的翁，所以真有可能，当伊咧伊的砖头行搭的时阵，别人安怎看伊？指指点点讲好查某吗？当然毋是，可能家己指来指去，点来点去讲，这是一个安那来洗一个扫帚星。所以伊其实伫伊的社会中间是一个受到拒绝的人。伊到伊爱伫中昼上热的时阵，行远远去抢水。当即个妇人行远远到国子边，伊拄着一个犹太人，而且即个犹太人佫甲伊讨水啉，生命的故事就安尼开始啊。耶稣大声来甲伊讨水啉，是耶稣主动来甲即个妇人讲话。对伊来讲，这恶伫想象。因为经文互咱知影，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所以资料讲哦，因的关系是足歹，甚至是彼此怨恨。比如讲，尼希米的中间，伊要求讲，迄个娶撒玛利亚妇人的做某的犹太人，爱安那来离婚。甚至犹太人叫撒玛利亚人啥物种？因咧祈祷的时阵，因会纠缠撒玛利亚人，无法度得到永远。所以耶稣甲撒玛利亚人。中间其实有一道壁，迄道壁叫做族魂收魂的壁，400多年来拢无法度拆掉。毋过主耶稣一句话，就搬过即个悬悬的壁，讲有你人，互我啉。一句话，迄道壁就倒去。有你人的回应是讲，你是犹太人，哪会甲我即个撒玛利亚人来讨水啉呢？伊的心情可能真惊。因为犹太人本来就看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人无起，即时阵伊拄着即个犹太人，再甲伊欺负无，所以伊讲话足犀利，毋通去得失着人，因为嘛惊过，若有人即个时阵经过，嘛互人讲闲仔话，表面上即句话讲出即个妇人人伊骄傲的心情，另外一个意思真有可能，伊爱耶稣安那，伊开伊远远，毋通惹代志。咱的耶稣无放弃对话，伊刷落来，佮甲伊来讨论即个古井边的水，开始去讲起啥物是生命中的活水。耶稣邀请即个妇人人来按伊家己来讨水。真奇妙的是，咱会当看会到即个妇人人对会到耶稣呢。我看到遮，我感觉真了不起，因为伫咧第3章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做尼哥底母，伊来找耶稣讨论啥物？讨论因头生的代志。如果咱转去有闲的时阵，请你第3章、第4章做伙看，你就会知影。尼哥底母甲即个妇人人的灵性有啥共款？耶稣第一摆邀请是第10节，耶稣用问题来问即个妇人人讲：你若知影，即摆甲你讲话是谁？你就会求伊，伊要互你活水。咱若是妇人人，听着耶稣安尼讲的时阵，安怎想？你来按我讨水啉，即摆讲要互我活水，即摆是对还是毋对？状况哪会对？敢有道理？伊个头壳敢有正常？另外一个可能，我咧看伊真正是一个大人物哦，伊可能有门路哦。所以妇人人伊个心情可能介复杂，咧问耶稣，从伊所看到现实的状况，甲伊心中的问题，伊来问耶稣，伊就讲：你也无抢水的器具啊，哪有可能？我水对毋对？哪有可能甲水互我？另外一方面，伊阁问耶稣讲：你敢有比雅各较大？雅各是啥物人啊？雅各是规个以色列民族对伊出来的祖先呢？伊咱会当，伊遮咱会当看到，迄道本来族群收分的壁，慢慢嘛伫即个妇人人的心中倒落去。即个妇人人真有灵性，伊看出伫伊面头前的即个犹太人无相反。耶稣阁有第2摆的邀请，第2摆的邀请是伫第13节，伊看出即个妇人人确实对伊那伊的真，确实对伊会对，伊会正面讲出讲，啉雅各井的水的会阁喙干，啉我所赐的水永远袂喙干，而且活水要伫人的内面，诚济水泉呛到永远活。大家敢有看过迄泉水呛出来迄种感觉？那你若有看到，你就知影迄个水
源源不断，一直伫伊的内面，一直穿，迄种感觉。咱的主，你才讲出即个妇人人，伊对身躯、对伊的心灵，甚至伊的人际，为个人的扩大，伊的扩大显现伫伊受到社会的气煞。毋过伊的扩大，嘛互伊有一个真敏感的心。伊的扩大，嘛互伊对身躯、对灵魂，以及到对社会，有一种对活水的渴望。所以耶稣会邀请伊来啉耶稣所赐的水。耶稣无去否认讲，咱的身躯确实是需要水，也毋过伊除了看到身躯的需要，伊看到心灵的需要，伊就看到一个人社会的需要，伊看到的是一个人全面的需要，各自的面向的扩大。耶稣要甲伊好，所以这个妇人人，伊除了爱迄个活水，伊是伊搁挑战耶稣呢。伊讲我毋但爱灵魂得到医好，我嘛爱得到社会接纳。怎安尼讲？伊讲以后我就毋免来遮远的所在来抢水啊。所以呢，这个妇人人对耶稣的要求其实足悬的。即嘛会当证明，这个妇人人对耶稣有一种属灵的理解。接下来，耶稣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伊讲：去叫你的丈夫来，叫伊的丈夫来，为啥物？因为这拄好。是一个妇人人受到社会气煞重大主要原因。有人回答讲：我无翁。当伊咧讲即个话的时阵，心内可能嘛爱笑一下。耶稣随时来讲，伊讲你对。耶稣用一种无批判、完全接纳的心情来讲出即个妇人人无个翁。即马有诶，到底呢，毋是伊个翁。sau来，伊学了即个妇人人讲。讲的是真的，是对的，是真话。这款的动作，对受到气煞的人来讲，就是上大的意义。伊去帮到人心中无大的空处，而且这个帮这个妇人人伊好势。第19节，他爱这个妇人人上界落尾、上界大的挑战是迄宗教传统的钱。讲出，看会出来，伊是一个先知。总是伊搁倒转来挑战耶稣。恁犹太人讲，要伫耶路撒冷敬拜，原来是伫个山敬拜。到底要伫倒位敬拜才是对的？妇人真细腻咧问，耶稣安怎甲伊回答？耶稣请这个妇人直接信伊，伊直接用家己来摔倒即个宗教传统的壁。伫啥物所在敬拜，毋是重点。重点是啥物？虽然救恩是要对犹太人出来，也毋过真正重要敬拜的道理，毋是伫啥物所在。因为上帝是一个神，所以要敬拜伊的人爱用啥物心甲诚实来敬拜伊。总伫个遮讲出这段话了，传统的迄种宗教的壁倒落来。这个话对今仔日的咱介重要。到一个程度，毋是伫5分钟教会敬拜，毋是伫南神学院敬拜，毋是伫啥物所在敬拜。重点是敬拜的时阵，咱敢有用心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上帝，迄才是重点。所以耶稣对即个妇人人的教导显示出妇人人对耶稣的明白。那亲像一段。一开始妇人人看伊是一个犹太人，后来甲伊讲你是先生，后来讲我看出你一个先知。到落尾这段话了后，妇人人安怎想？伊讲我知影，弥赛亚，我知影有一个弥赛亚，弥赛亚要来的时阵，要将一切的代志甲阮讲。妇人人听耶稣讲了后，伊看出伊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对咱会当看到，伊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人三拄讲话过程中间，耶稣明白这个妇人人，这个妇人人嘛明白耶稣，因彼此拢知影对方的身份，而且因彼此超越族群、社会、宗教的墙，因通过互相来问问题，互相挑战，
来互相熟悉。27节，门徒这个时阵转来，就看到耶稣甲这个妇人来讲话，伊心中感觉真稀奇啊，毋过无人敢去问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耶稣哪会甲一个妇人讲话？伊想要甲食物互耶稣食。会当对者，妇人甲耶稣第一摆三拄的对话，啊，你阁会当看到门徒看到因两个人咧讲话的即种反应。到底啥物人较亲近耶稣？是妇人人较亲近，是遮个门徒较亲近？到底啥物人较明白耶稣？是妇人人较明白，还是伊个门徒较明白？就大家来思考。妇人人随时甲伊个水板担对，伊就去倒位，走去城内底，走去城内底去甲拄着伫咧城内拄着人就讲，你来看，有一个人将我过去所做的代志讲出来。城内人有啥物反应？因对伊出去啊，要去耶稣遐。我看到遮，我感觉真正感动，因为确实妇人人伊个规个人得到医好。伊本来是离开人群的哦，伊是透中昼去抢水哦。即摆伊安那？伊拄着耶稣，伊认识耶稣，知影即个是迄个弥赛亚了后，伊主动离开城内，甲遐个来拒绝的人安那讲，拄着弥赛亚，拄着弥赛亚。一个人的性命伫着真正医治甲改变的时阵，受着医好的时阵，伊就主动入去人群，甲人分享伊性命得到转变的经验。耶稣讲的活水，确实伊会来是笑。妇人人甲遮个撒玛利亚人、城内人咧分享的时阵，耶稣开始甲伊的门徒咧讲话。耶稣讲，真正的食物是遵行上帝的旨意，真做上帝的工。即款的食物，伊是甲永远活水是相较呼应。一个是食落会枵，一个是啉落会喙干。咱若是搁继续看第4章的上头前，门徒替人洗礼，其实因是咧收割惊洗礼约翰甲耶稣验证的即个效果。伫遮，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伊是家己去验证，毋过收割的是啥物人？是耶稣呢？是耶稣呢？因为当伊去甲撒玛利亚城内人讲了后，即个人去找耶稣，找着耶稣了后，请耶稣甲因做伙住2天。住2天了后，即个人甲耶稣讲，头前阮是因为听即个因住2天了后，因甲即个妇人人讲，头前阮是因为听到你讲的。即摆阮是亲身看到耶稣，阮才知影，因真正是拯救的主，是世界的主。所以咱会当想，耶稣的门徒甲即个妇人人，啥物人得到真正的食物？啥物人得到永远的活水？即群人最后的见证真正水，因为一个妇人人仰望得到的活水甲医治，通过遮的人在新的群的形成，新的群体的形成，因表达因真正做到一个妇人人，因无搁拒绝一个妇人人，因成做一个新三听的团体。撒玛利亚妇人人所仰望的、所恳求的，伊即段经文完全实现。伊是头一个代表，刷落来甲耶稣三拄的每一个撒玛利亚人，拢会当突破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中间的怨恨，因嘛来接待耶稣，超越伊的偏见。因真正明白耶稣是救世主，顶受灵者，耶稣所赐的食物甲活水，是真真正正，互人得到饱，互人滋养，互人润贴，咱将苦大、怨恨、拒绝、好处的关系，拢总满心。迄就是医治，迄就是和好。最后，我要分享一个真短的结论。伊耶稣对着即个妇人人进前，伊是即个妇人人，伊身躯是已经有伊家己的社会背景，嘛有伊的家己的族群，嘛有伊的性别，甚至嘛有家己一套的宗教信仰。
咱咧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的时阵，咱所拄到每一个人，嘛是安尼啊，嘛是有家己的宗教背景，嘛是有家己的社会背景，嘛是有家己的啥物，家己的人生的故事。耶稣用的方法是啥？耶稣用的方法是啥？甲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开始对话，开始讨论。为什么这个妇人人对耶稣有特地的准备？因为耶稣知影伊真实的处境的时阵，伊无甲伊批评，无甲伊批判，伊只是讲是你讲得对。耶稣接纳伊真真正正的处境，伊真实的状况。第二，当耶稣在甲伊对话的时阵，耶稣肯定伊本来有的遐背景。这个肯定毋是讲你讲得对、讲得好迄种肯定，伊就是心里看到有迄种背景。伫这个背景的基础顶面，一步一步引出这个妇人人，搁较明白伊，搁较知影到底敬拜是啥物意思。咱咧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的时阵，咱嘛是用这种对话讨论的态度，咱会当看到咱所宣扬的咱所要分享信仰的对象。伫因的背后，不管伊有啥物款的迄个宗教的行为，不管伊有啥物款的一个背景，永远会当看到伊，亲像这个妇人人同款，因的内面有一种对真理以及对永远上的渴望。这个表现出来的行为，可能是亲像是咧拜拜，可能是亲像咧求神问卜，然过迄个行为的背后，伊是要讲的一个代志，就是。阮内面是脆大的，阮渴望要啉迄个，互阮啉了永远袂去脆大的水。咱神学院就是我今仔日代表的神学院，伊伫咧伫咧学校咧训练神学生的时阵，一种对话讨论的态度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即马有一个短短的影片，大家会当来看。这短短影片内底，大家会当看到，咱神学院为虾米遐尔对着对话，为虾米遐尔对着甲现代的宗教、现代的社会对的迄个源头，因为阮真知影，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模范，迄种道成肉体，令阮伫本土认同本土的一个信仰的精神。咱用一个短短的时间来看这段影片。台南新学院是台湾上早期的西式学院，源自1869年李友牧师以及妈妈国医生，分别伫咧高雄其后台南府城所设立的传道者养成班。1876年，巴铁的牧师佫将列为合并做府城大学，而且适学校伫咧台南东门路一段，即卖所在。咱伫2年前就得到政府的立案。开始有叫做南神神学院，还有2个研究所，一个是神学的研究所，一个是基督教的研究所。神学研究所就是培养将来要做去教会牧会的牧师。基督教研究所有2个组，就是即个教会音乐，甲宗教社工，伫教会牧养的牧师，有伫教会即个礼拜，的即个遮的工作人员，是牧者。过来，咱有做社区的计划，通过社工的专业做社区的计划，比如长照啦，还是小朋友的服务等等。台南新学院150多年来精神传承，伫咧南神受神学教育的师生，拢有敬虔、本土认同，也会当以现代文明对话，以听甲讲义，回应上帝对现今台湾人民的拯救。引导本土，伊叫做主经化。就是要安怎伫台湾这个土地来思考这个神学教育。所以，阮遮的神学教育阮拢用台语咧上课，用台语咧礼拜。当然学生因有对原住民
无共款的背景，因之需要会当讲因的母语。南神神学院以培养接受上帝呼召的基督徒，借着信仰群体接触、激励、反思、关怀以及行动，养成互信、互爱、互重以及健全理解基督福音呼召的基督徒，以做好台湾教会与社会回应上帝之爱甲救恩。这间学院上要紧的精神是伊的图书馆，咱真无容易单开始，伫3年前开始兴建这个图书馆的计划，伫去年甲伊完成，嘛开始咧使用。虽然还佫欠差不多1亿啦，所以阮即摆有一个计划叫做祈义恩典，就是祈求有意义的捐款，的这个恩典，就是讲咱希望伫3年到5年有100个单位，还是100个人伫3年到5年中间为新南院奉献100万。图书馆会变做学校一个真重要学生学习的所在，鼓励因去读册，鼓励因去提升伫2020年6月14日，南神神学院新郑当中举办第1届毕业典礼。头一届学生在行出神学院了后，需要一个无偏见的神学心灵，以生命眼光甲宗教以及社会对话。我想，这个学生伫这个所在的训练，就是互因对神学的部分，互因会当认捌上帝，知影这位上帝是至高活的上帝，嘛对认捌上帝来认捌家己，看到家己的有限，看到家己的软弱。台南神学院对于本土化的哲学教育是非常用心跟扎根的。然后我们也始终相信，上帝在台湾这个国家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要去挖掘、去发掘，也是未来我成为传道人以后要不断分享的故事。会当来到神学院来受训练，是一个上佳的福气。因万达伫这个所在环境会好，佫会当伫这个学校看见侪侪遮个宣教师，侪侪顶代，而且个信仰，而且个好的长辈，因所留落的信仰，会当真侪因真大的帮助。就我相信讲，互因伫思想的顶面会当更较广阔，互因伫因的护塞顶面会当真侪一个安尼，更较会当有影响力伫这个社会。学校是在上帝的里面，可是展现出自由的宽度。这个反映在我们的校园生活，反映在我们的学习课程里面。同样的是，学校在自由里面要求的是自律，这个看似很矛盾的，可是在上帝的概念里面，这个是可以去实践，这也是我们学生的生活。我发现其实自由以后，学生就会自律。宗教徒对事情的敬虔，必然显现为对苦难与弱势关怀，甲对公义的献身，以挺身对抗一切罪恶的不义。阮的学生拢鼓励因毕业了到伫修改到伫乡镇到伫海边，帮助遮的弱势团体，特别咱家做一个庄脚有迄个隔代教养，引起着卫生伫即个所在，所以从迄个耶稣的即个愿望，咱讲希望工程啦，带互即个社区，所以咱有即个对家里文来的敬虔，苏格兰的即个时代的即个启蒙，甲有普世的即个教育，甲流动伫乡土即款的精神，这是咱神学院的即个真要紧的精神。感谢大家耐心看完这个介绍。家己是伫台北大汉的囡仔所以我去甲南神进前我是袂晓讲台语的。在座就是文静长老甲明山阿姨，是我伫台北母会时阵看我大汉的两个真重要的长辈，因为当做见证以前的台语是拢袂晓讲真感谢上帝，互我有即个机会会当到台南去，伫遐去发觉一个就是讲台湾的宣教的历史，伊是有真多元的发展。一开始的时阵，
对165开始，早期伫咧北部是马街朴树，伫咧南部是英国苏格兰会，啊，当然伫咧国民党政府来了后，有侪其他的无共款的教派。迄毋过，原则上伫咧即个土地顶面，有真感动人的故事，值得咱头摆有一个毕业生讲的吼，值得咱去发掘。因为迄种历史的见证，伫咱的土地顶面，嘛有人为着基督信仰，互人抬过的。即咱敢有知影？台南的麻豆事件，可能无啥清楚。伫咧迄个1895年的时阵，其实嘛有人因为即个信仰，即个早期因为即个信仰为着耶稣基督来投会，来顺道。所以有足侪即种上帝伫台湾即个土地本身的见证，甲即个带领的即个历史，伫咱搁较意义去敲出。最后，咱即帮每一个人嘛咧创造、参与上帝继续带领台湾的历史。盼望洪恒长的教会做伙伫即个社区，交做上帝听盼望的记号。咱三个祈祷。台湾的主啊，感谢你，阮要啉一个水，一个活水，会啉了永远袂喙焦，会对阮的内面沁出来，一到永远我。主求你将即个活水赏赐，互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赏赐互公园长的教会，嘛赏赐互台南神学院，互阮每一个人啉了即个活水了，阮就亲像即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勇敢去甲人分享，勇敢去甲人讲，阮看到耶稣基督啊！主恳求你，公园长的教会是即个社区，诚做即个社区听甲盼望的记号。会祈祷靠主耶稣的名。谢王理事团的书，也圣经的话来甲咱特别的。咱来唱回应诗，正诗第351首，上主的水泉水满满，请起立。出现的弹弓用红建箱，出现的弹弓请入来，红建箱啊，
献箱。高楼的，无免团，红烟箱只要摕起来前，北府团的较等的，咱来录红烟箱，直接打红烟箱摕起来，摕来过楼，免得摕来过楼，摕来过楼直接来过楼，免收啦。啊，等下咱大家家己录，好不好？好。来，8楼的哦，直接红烟箱去吧。来，咱今日改变方式，无打迄个红线底下迄团，大家因为今仔日第一个礼拜安尼来处理，咱以即个纪念病毒抑个流行的时间内底。咱的奉献的方式，拢伫咱的门口，你所要奉献的，伫迄个奉献箱内底，然后回应时结束了，咱就要来做这个奉献的祈祷。好，来，咱来念奉献诗。是我来报告，就是咱奉献的做法，对这个拜开始有这个改变。等下伊若还袂有要奉献啊，还袂放伫奉献箱的，你会当出去的时阵来做这个动作，吼。来，咱来介绍咱新人园奉献出去内底。红秘书团的书来代表来请安，来，伊出身因为这有特别啦就是我母会早前母会迄个班叫老婆养老教会对养老夫妇的查某囝，伊即摆讲伊阿嬷就来带讲。所听我知面伊甲咱的牧师共款，拢是做一段工课了后，佫受着读新人院的，伊是正大法律的毕业了后，佫台社工研究所，了后佫台南新人院毕业了后，佫去加拿大进修这个台湾，即摆伫南城做老师做老师嘛伊真紧，伫咱长老教会体制内面，当讲做秘书牧师啦咱抱声佫一遍来多谢伊咱牧师应该是讲代替金军牧师甲教嘛，本来咱教嘛讲台的时阵，咱的牧师是伫永靖教会啦，因为金军牧师甲秘书范老师是当时的同学，所以咱的牧师体谅金军牧师安尼爱教接待即个同学，所以咱的牧师换去台中西屯教会啦咱体谅牧师的辛苦啦来，咱第二点，即个总共有5个小点，即个是咱中执会有决议的
咱因为中国武汉来肺炎的病毒的流行，已经对咱世界造成真严重的影响啊！包括病痛、死亡，最重要的是，咱的经济嘛会受真大影响咱过来礼拜的兄弟当通过咱教会室，会当直接转播功能，会当伫厝会当家己来参加咱的礼拜这是咱第一个。第二是咱伫礼拜日回到写这个奉献箱咱以后也无改变以前，咱就是放伫奉献箱来做奉献咱嘛当去邮局用无寄银簿款的存款，无寄银簿的存款不过伊爱写22伊爱写足长的财团法人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新德中会公园教会爱慢慢写写毋对去个定来感觉足委屈的慢慢写不要紧，经营的时间去好好写尤其咱所谓繁体字写，真久毋捌咧写字的人写这手的种，要安怎写去安尼即摆拢用电脑足精彩的本来做有安排咱中职还是伫1楼咧轮值安尼。咱台湾国家已经有真侪旅游的影视就是讲你去别个国家佚佗，要去不要紧，但是你转来要关喺厝内14天即个大家爱遵守爱遵守拍拍照的罚钱罚足贵这个注意。来，咱主日的礼拜，咱教会维持正常的举行但是各团体小组的聚会，由各团体来做决定家己决定，但是爱尽量避免着分的安尼若伫交配的时阵，如果可以，你就来挂口罩咱的习惯较无像欧美啦，欧美讲挂口罩是会晓罚钱的听讲欧美你挂口罩就要罚5000块是，所以文化无共，爱造成无共款的流行的状况出来加在咱即摆是比较较好势的所在这个礼拜是暗时7点半，查经祈祷会主理是金文牧师这请咱来注意。今仔日下晡伫7楼有一个婚姻保养学士会安尼这个是咱的技术暑假校因夫妇要来带领欢迎参加，总共8课真重要的消息就是2020就是今年暑假，咱要去关西教会移动营的短期的宣教队东港招募中有意爱的兄弟会当来参与关西教会伫咱的隔壁安尼尔需要个人奉献证明的，请伫1楼招待的所在遐需要清楚安尼下礼拜是咱黄东派牧师的亲自的主理2个礼拜。下面去来吟祝福节节的诗歌，这首诗歌咱要来请洪秘书传道师来甲咱领唱，这个敢若是体验式的诗歌来。主
水输互阮每一个人，互阮用这个水袂喙焦，阮食迄个食米永远袂枵。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三角伫地，对这点道用世代保证。阿门。这个得了机会。